當然就係都經驗啦。譬如呢一個喺港島區嘅一個樓盤啊，其實佢嘅實際面積咧係164呎，係同一個鋪位嘅大細差唔多啦。當年同朋友聚舊，啟發經濟系畢業嘅佢創業開咗呢間室內設計公司，為小業主設計裝修優機。呢幾年，佢公司四成生意都係設計樓面樓，而且實現面積越嚟越細，有一啲質仲好特別。咁行入嚟已經唔舒服啦，設計得唔好咧，好容易咧呢個錯落嚟。喺呢個單位咧，如果我電視擺呢個位即係個露台，咁我電視擺呢個地方啦，咁呢度有呢個廚房，咁究竟呢個美感啊，成日都係用安子為主啦。源自丹麥嘅牛油曲奇，以優質嘅材料，經過不斷改良嘅配方，有非一般嘅香味口感。丹麥人叫曲奇，當你過節嘅時候加冕。BB 出牙期，打針後發燒點算？兒童必理痛系列，幸醫學界首選兒童退燒成分，吉傷腸胃，安心之選。3個月大嘅 BB 已經可以用藥水㗎啦，必理痛。最近佢同同事忙住設計